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古早一句话讲，北港妈祖饮外景，意思就是兴外庄。某一句话讲，白马虎兴外景。也毋过照理讲，神会保庇众生，庇荫众生的态度应该是同款的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饮读饮第三条。这个饮就围起来、看起来意思，嘛有保护意思，咱讲是地饮。另外，甲黄豆啊或者是黑豆啊浸好发酵做为鸭味料，咱讲是饮时啊。啊，若是的酒鬼啊，咱讲是饮鬼啊。也有人过身了后，尸体无烂，咱讲是饮尸，嘛有人讲是饮身。另外一个饮读做像讲日头照袂到的所在，咱讲是树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地饮，代表是温故温情；第二个词读做树意思是日头照袂到的所在。有一句话讲，树有偌大，树就偌大，意思就是讲做任何代志，想要得到的收获，若是愈多，付出的代价嘛就愈多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个所在真空卡，完全拢无通好掠日。该在过去有人伫遮种树，地引咱大家，才有树通好收成。有影是前人栽树，后人饮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另外一个音读做饮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